彩太棒了，金闪太棒了，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金山本地人，对的。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就是每年都有进步，就挺好，很骄傲呀。我就觉得就是很有特点啊，而且是我们自己上海人的品牌嘛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这个跟音乐并排的很恰到好处，40分钟值回票价了，这个。